大家愿意，所以我就是很匆忙的呢，就是给了这边台湾的正头。这个基本上呢，是我对台湾正头初步研究的这个第2篇文章，第1篇是八家将。但是八家将呢，我从2001年完成到现在呢，我都没有把中文本拿出来，就是因为今年呢英文本出来了，所以因为我要等着申请，所以我绝对不能让我的中文本呢这个提早曝光。然后其次就是这个宋江镇。那为什么我在2000年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接触到嘉义市治，那嘉义市的时候，张博雅那时候当市长，他只有一个要求，他说嘉义市治呢，你跟嘉义市无关的呢，只能写3千字，其他所有的内容全部都要跟嘉义。正常获邀参与各单位、社团重大企业表演深获好评。现在我们欢迎第一口港国小，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鼓励第一口港国小。就是南寮东妈祖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的事项，它透过大规模的节日呈现了一个就是以往没有看见到这一个文化现象，你要去管音乐剧的那武馆呢就是武术系的，它中间呢跟宗教的交涉呢可以看得出来，但是除了宗教之外，它跟一般之间的交涉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你要有体育馆，它牵涉到要有你要有5个正头，牵涉到也要有最重要的是那个学术，而且你一群会武功的人，你在传统社会。